早安呀，各位！鸽子也在吃早餐，到我吃啦！广式肉蛋炒濑粉，来拿儿子的社保卡，这也太可爱的证照。午睡时间，给弟弟送咖啡，顺道办理生育津贴。晚餐是很好吃的猪脚虎皮鸭脚螺蛳饭。豆豆儿子，再冲凉一天过去啦。呀呀，攞一層，攞一層，攞一層，養媽媽，養媽媽，攞一層，跟大家說拜拜。